善知識慈悲，且容後學以絕筆，為大眾深度解構和合二仙與人緣信仰背後的文化心理，並釐清其與坊間某些側重速效或魅惑的法門之本質差異。此文旨在闡明和之本源，盼諸位明理之命，莫將無上妙法淪為功利交易，亦不與他人法門爭短長，只求自利利他。在民間信仰的繽紛版圖中，和合二仙居住一個極為特殊且微妙的位置。他們既不像財神那般帶住世俗望的張揚，也不像關帝那般充滿威嚴的肅殺，更與某些強調交易式急切、附帶神秘條件與潛在心理壓力的法門，有住內在氣質上的分野。和合二仙的核心標籤是喜與和，其管轄範圍不僅涵蓋夫妻情侶的姻緣，更廣泛延伸至職場、朋友、社交圈乃至陌生人際之間的人緣。換言之，一個人若希望走到哪裏都有人願意親近、扶持、提攜，減少無謂的衝突與小人干擾，同樣可以祈請和合二仙的護念。要理解世人為何供奉他們，就必須先承認一個殘酷的現實：人生大部分的痛苦，往往源於關係的失序。無論是夫妻反目、戀人離散、職場傾軋、朋友背叛，還是親情疏離，甚至是日常社交中那種莫名被人討厭，或總是孤立無援的困境，這些不和所帶來的內耗，往往比物質匱乏更令人心力交瘁。正是在這種對確定性和圓滿感的極度渴求下，和合信仰應運而生。然而，信眾在求拜時，心理動機通常包含3層遞進。第一層是安頓焦慮，企圖透過外力終止關係中的失控感；第二層是掌控未知，希望用儀式換取未來的確定結果；第三層是道德赦免，希望在不改變自己的前提下，讓對方回心轉意。但這恰恰落入了強求的誤區，因此我們必須釐清和與合的辯證關係。許多信眾求的是合，是結果，是那個人回來，是那段關係修復，或是讓某個討厭自己的人突然轉為友善。但祖師大德所言和合，實則是和在先，合在後。和是狀態，是頻率的對齊，是氣場的圓融，是內心的無礙。合則是和之後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顯現。強行求合而忽略和，猶如逆水行舟，即便一時勉強留住，終究會因內在的衝突而再度崩解。真正的和合信仰，修的是和順。當一個人內在不再對立，與外界的互動不再擰巴，緣分自然會流向與其頻率相應的地方。這是一種修己安人的智慧，而非操控他人的技術。放在人緣的語境下，尤其明顯。一個內心充滿怨懟、焦慮、控制欲的人，即使燒再多香，求再多的符，旁人依然會本能地感到壓迫而想遠離。反之，當一個人真正修得心平氣和，待人寬厚，身上自然散發一種讓人想親近的溫暖氣質，這便是最紮實的人緣。那麼，和合二仙的信仰與坊間某些側重速效綁定或魅惑掌控的法門根本差異何在？後學以為不必批評他人，只閱自家道理。和合二仙的核心在於感應而非控制。他強調的是，你先把自己修成一團和氣，外在的人事物自然會與你和順相應。這是一個由內而外、由己及人的過程，講究自身的德行、心性與包容。而某些法門則可能要過修己這一環，直接追求外在結果的扭轉，往往伴隨住嚴格的代價約定、還願壓力，乃至對自由意志的強行干預。從長遠來看，建立在操控基礎上的關係，本質上是脆弱且帶有後遺症的，因為它沒有解決當事人內在的不和，只是暫時遮蔽了矛盾。和合二仙帶來的和，是持久的、安穩的、見得了光的和諧。而透過偏鋒手段求來的合，往往伴隨住情緒的極度內耗、關係的詭異扭曲，甚至因為過度執着而招致更大的反彈。所以，我們必須深刻體驗和合的重要性，
究竟在何處？和合不僅僅是為了談戀愛或維繫家庭，它更是一個人立身處世、行走江湖的根本。古人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則百業興，家和則萬事順，心和則身安。從最實際的層面看，一個人緣好的人，做事容易得到幫助，困境中常有貴人出手，連買東西都可能被店員多給一點笑容。這些看似運氣，實則是一個人長期修和所累積的磁場。從修行層面來看，一個不和的人，內心充滿了憎恨、嫉妒、怨懟，這種負能量首先損害的是自己的身體與運勢。當我們供奉和合二仙，真正拜的不是兩尊雕像，而是拜自己那顆願意放下對立、趨向圓融的心。修和合，修的是樹，修的是容，修的是在混亂中尋找秩序，在衝突中看見共性的能力。最後，後學鬥膽以幾句真言供養諸位大德。和合之道，在於修己，而非博人。若是為了挽回一段早已腐朽、充滿傷害的關係，而執意去求所謂的和合術，甚至走偏鋒求助於那些強調速效綁定的法門，那便是離和愈遠，離苦愈近。真正的和合，是當你有勇氣離開錯的，亦有能力迎接對的，是當你一個人也能活得圓滿時，兩個人的相遇才能稱為錦上添花，而非相互折磨。同時，也莫要小看日常人緣，一杯茶，一個微笑，一句體貼話，若能時時帶住和合之心去做，便是最靈驗的人緣法門。願我等皆能體寒山拾得之妙諦，於世間法中得自在圓融。以上淺見，乃後學對祖師典籍與世間現象之體察，權作引喻之專。若有言辭不周、見地未深之處，恭請十方大德高明之士慈悲指正，令法義彰顯，眾生普利，是為至盼。